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Radio。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喺度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嘅月費計劃。貫徹聲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毓民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嗱，第一題咧就係頭先都講過嘅解題嘅時候，香港篇啊。咁喺講香港篇之前咧，我要講一講啫。我喺 Facebook 出咗個 post 嘅，咁啊同大家即係喺歲末啊，即係提早即係恭賀新年快樂啊！咁我想解下呢篇嘢啊。嗱，呢篇嘢而家咧都有成1000個 like 嘅，睇嘅人有幾多我就唔知啦啊！咁亦都有人留言嘅，都有成100個留言嘅，咁但係大家都有個互動喺度嘅。咁呢張相咧就係禮拜一咧就我哋個小編幫我影嘅，影得幾好嘅個神情。咁啊同即係之前嗰個做一個對比，之前毓民踩場呢一個圖，即係應該差唔多係10年前嘅，10年前影嘅。咁個神情都有少少唔同，但係嗰個即係嗰個動作就一樣啫。而家我哋就用咗呢一個新嘅呢張照片咧，就愛嚟我哋即係每一題嘅做圖嘅嗰個即係換嗰個新嘅啫，等於因為年紀大啦嘛，咁你梗係要 update 嘅相啊嘛，唔可以再用個後生仔嗰個相咁啊，大佬用張似而家咁嘅年紀嘅相先得㗎，大佬嚟呢度都嚟咗5年幾啦，你諗下係嘛？咁我哋2016年10月個任期屆滿，到而家都9年啦，係咪？9年有多啦，係咪？嗱，我想解下即係好多人都睇得明嘅，點解我會寫一個咁嘅 po 咧？係咪即係又同今日做呢個即係做節目回顧呢個即係2025年嘅大事回顧都有關嘅。OK 啊，咁呢個 post 咧就係我全部都用4字嘅啊，咁其實又唔好當佢一首詩啦，係咪？咁即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提要啊。即係可以咁樣講，係一個提要啦，即係就係我想講，即係舊年啊，即係而家我哋要跨年嘅，我個心情啊，咁可以將嗰個文字放大少少，等大家睇得清楚啲，咁我又可以講噶啦。呢個係琴日晏晝啊，係啊，琴日晏晝嘅1日前嘅啫。1年將盡，不堪回首。往事悠悠，浮生擾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祈求上帝蒼生為念，天道好還，警惡懲奸，香港重光，哈利路亞 Happy New Year 2026。嗱，其實呢段文字裏邊咧係有我哋自己嘅即係所謂有悲有喜，又有期待。但係嗰個期待咧要訴諸於天啊，即係都算悲嘅。老實講，係要訴諸於天 ，appeal to God。OK， 1年將盡，不堪回首。我哋唔使講具體係啲咩事，所有人睇到呢一句嘅時候，個感想，我諗同我都深有同感啦，係咪啊？對過去1年係咪，即係不堪回首咯，係咪？咁但係我哋用咗呢個所謂往事悠悠，浮生擾擾。咁呢個其實就唔係講國家大事嘅。咁其實呢句説話就出自唐代鄭谷嘅一首詩《慈恩偶題》，喺個慈恩塔嗰度，即係而家嘅西安有個慈恩塔咁啊。慈恩偶題咁即係寫一首詩咁啊。嗰首詩全句就係咁樣嘅：往事悠悠，添浩嘆。勞生擾擾，竟何能？故山歲晚不歸去，高塔情來獨自登。林下聽經秋院綠，江邊素葉夕陽增。
淫餘卻起傷風念，曾看庵西步兵。即係話咧，往事悠悠啊，即係紛紛亂亂，即係令到自己即係非常之感嘆啦個意思係嘛？然後浮生擾擾就係好多人都浮生擾擾啦，過去一年係咪？即係個又辛勞紛亂啊，又得唔到應該即係有嘅喂，即係等於你做生意又好，打工又好，真係浮生擾擾係咪？個生活冇乜意義嘅係咪？心情又唔好嘅個個都係咪？對我嚟講，故山歲晚不歸去，我哋係被逼不能歸去，大佬有家就歸不得係嘛？所以咧，我就引述呢一個鄭谷呢一首詩其中8個字：往事悠悠，浮生擾擾，係嘛？好啦，跟住就係又係，因為我哋寫呢啲要注明出處嘅係嘛？或者唔係我自己嘅文字，但係整個嚟講就係我哋自己嘅寫我自己嘅感想嘅，所以我要花少少時間同大家講下呢篇嘢係咪？咁你又可以有興趣啊，同人哋分享下係咪？咁跟住嗰句咧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嗱呢句説話咧，如果你即係同我咁上下年紀，我唔知而家嗰啲中學生有冇讀過《岳陽樓記》。我哋咁嘅年紀喺我哋中學嘅教科書、國文嘅教科書裏邊，《岳陽樓記》係呢一個即係範文嚟嘅，即係喺教科書裏邊指定要讀嘅一篇文章嚟嘅。我哋嗰陣時係識背嘅，係咪？而家我約莫有好多地方我都背得到嘅，你知唔知啊？係咪？即係咁呢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咧，就出自最嬲尾嗰段嘅。呢一段好有意思嘅，即係成個《岳陽樓記》個結論。咁啊，登上岳陽樓，范仲淹就寫咗呢個《岳陽樓記》。咁嗰陣時就係中學我哋國文教科書即係必須要讀嘅一篇文章嚟嘅，考試要考嘅。OK，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出自喺末後嗰段。嗰段就話：車夫如常求古人之心，或異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也？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意為微詩人吾誰與歸？我哋嗰陣時中學老師我哋背嘅，大佬嗰陣時我國文老師叫陳岳生啊，即係佢係即係國學泰斗陳湛全嘅公子啊！我2年前去溫哥華嘅時候，同埋啲同學同佢食一餐飯，因為佢移民咗去溫哥華，嗰啲國學根底好犀利嘅。我呢陣時即係真係好彩啊！我哋讀中學嘅時候，啲老師真係好勁。OK。我自己又對國文啊、對歷史有興趣，所以嗰陣時就因為我讀即係我上呢個國文課咧，個老師係陳岳生老師，我哋叫佢做夫子嘅佢而家80幾歲，但係個樣同我差唔多嘅，好後生嘅，皮光肉滑嘅，即係身體非常之好咁佢令尊翁咧就係國學泰斗陳湛全。嗰陣時咧就喺呢個大會堂高座展覽9樓展覽廳嗰度咧，演講廳嗰度咧就有一個房間係嘛，就係學海書樓嘅國學講座，禮拜6嗰陣時我哋坐天星小輪喺尖沙咀就過到去行去，然後上去大會堂高座就去聽書。我一個禮拜至少去一次，一係禮拜6，一係禮拜日，有時就2次晏晝。嗰陣時我去學海書樓聽呢個國學講座就讀中4，我聽過邊幾個人嘅課咧？潘小盤、陳湛全最多嘅，蘇文作都有。OK， 嗰啲都係即係嗰個年代，而家揾唔到呢啲國文老師㗎啦。OK， 係咪？咁所以即係就係咁樣對呢個即係中文個興趣嘅啫，就係咁樣嚟嘅。呢個范仲淹嘅《岳陽樓記》，即係大家最熟悉就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係咪？咁但係我喺呢一個鋪裏邊咧，就係
引用兩句就不以己喜，不以己悲。即係呢個就係、其實佢係有意思嘅，同我哋而家今日要講，即係我哋唔可以用自己嗰個所謂喜樂啊，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所謂安身立命或者睇世事嘅一個標準嚟嘅，即係咁，所以喺呢個回顧舊年即係香港所發生嘅嘢，不以己喜，不以己悲，係呢8個字。又要有啲樂觀嘅期待先得嘅，你明唔明啊？你唔可以即係下下都悲係嘛？又或者下下都根據自己個喜悅係嘛？你即係唔可以嘅。即係點解咧？即係佢范仲淹嘅意思就話以前嗰啲古人咧，嗰啲仁人智者咧，佢唔會因為身外之物而覺得好開心，亦都唔會因為個人嘅際遇去悲傷。己悲即係個人嘅際遇 ，OK？ 不與己喜就話身外之物而感到歡喜睇嘅係後邊講嗰句天，即係憂要有。咁憂又冇必要嘅時候就要樂，係點樣樂咧？係咪？憂同樂嗰個定義點樣定？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嗰個憂樂係咁樣嚟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變咗喺呢個 post 裏邊咧，就係變咗有少少比較即係積極啲啦，係咪？又唔好咁悲啦，係嘛？咁但係後邊呢3句咧就要求上帝嘅大佬，即係做唔到嘅。我哋香港咁嘅環境，屌你真係暴政係嘛？共產黨兵臨城下係嘛？佢根本係消滅香港嘅，其實係嘛？咩愛國者治港啫？你根本有喺度消滅香港要係嘛？所以我哋自己香港人，你唔通而家仲要好似2019年咁上街抗爭咁啊，同佢搏命咩？唔得㗎啦，已經係嘛？咁所以只能夠訴諸於天咯，係嘛？你信天道啦，天道好還，一定同你計數嘅。OK， 我係一個基督徒，我哋就不住咁樣祈禱，係嘛？希望上帝可以警惡懲奸，係嘛？咁香港先有機會重光，係嘛？否則嘅話，即係我個人嚟講，頭先我講我好悲觀嘅對香港嘅未來。但係悲觀之中，頭先我提到呢個岳陽樓記，不以己喜，不以己悲，係嘛？希望都可以，大家都係樂觀奮鬥，係嘛？我哋冇辦法同佢鬥爭嘅，而家係嘛？喺香港嚟講，但係我哋喺海外嘅人係嘛？一息尚存係嘛？你都係要發聲嘅，都係要關注香港嘅發展。個意思係咁解啊！好啦，咁啊，我哋講翻正題啦，係咪？咁點解係法西斯咧？真係黨國體制，黨大於國，嗰個叫黨國體制，一黨專政就而家移植到嚟香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香港共產黨係咪？佢係唔可以有而家今天即係習近平嗰種叫做所謂習近平嘅一國兩制，習近平特色嘅一國兩制，係咪？一國凌駕兩制，呢個一國凌駕兩制有啲人認為係合理嘅，但係嗰正確講法、具體嘅講法就係中央管治權同特區嘅高度自治權，中央而家佢變成個中央全面管治權，係嘛？凌駕呢個特區嘅高度自治權，即係冇咗呢個高度自治權啊嘛，係嘛？你睇下嗰部基本法，嗰個就係高度自治啊嘛。個高度自治建基喺第一，喂，香港係一個獨立嘅關稅區，我哋用港幣財政不需要上繳，係嘛？香港以獨立關稅區參加啲國際組織，例如世貿，例如個世衛，例如呢個 APEC， 係嘛？你唔通可以用山東嘅名義去參加咩？唔得。廣東嘅名義去參加唔得，香港就得。喂，即係如果你從
呢個基本上係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添啊！如果根據基本法附件1、附件2同埋根據基本法嘅即係政制發展嗰啲相關條文，喂，到最後行政長官一人一票選出嚟，立法機關全面都係普選產生，喂，呢個應該係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嚟嘅。OK， 當初個設計就係因為根據呢個中英談判嘅結果，嗰個中英聯合聲明，然後通過人大常委會制定呢一個基本法，呢個基本法就係一個小憲法嚟嘅。OK， 但係我個人嚟講，由80年代初嘅中英談判到84年年底簽訂個中英聯合聲明，到呢個即係80年代末期係嘛，完成咗呢個基本法嘅嗰所謂立法，990年嘅4月公佈呢個所謂基本法。我個人寫嗰啲文章都係好悲觀嘅，我認為有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日，一國兩制佢都係權宜之計嚟嘅，係咪？而且呢個一國兩制一定會走樣嘅，基本法佢都唔會遵守嘅。呢個係我過去一直以來堅信嘅嘢嚟嘅。到我參與政治係咪？我哋都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去做好多嘢都係咁樣。但係今時今日佢撕破面㗎啦嘛，已經係嘛？將佢個假面具掹咗落嚟㗎嘛，而家赤裸裸係黨國體制、法西斯管治。所以你睇下舊年1年發生嘅嘢，當然大家即係最關注嘅就係嗰場大火。呢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1997年7月1號成立以來係最嚴重嘅一次人禍。呢一場大火死咗161人，幾千個家庭流離失所，有好多人喪失嘅父母，唔見咗個老婆，死咗個仔，死咗個女。任何一個文明嘅國度，甚至乎共產黨極權統治底下，係咪？佢都發生咗好多場呢啲所謂人為嘅災變。所有嘅有關官員全部都要落台，唯獨是我哋香港呢班冚家產，好官我自為之，係咪？呢個係一個即係對香港人嚟講一個錐心之痛，呢個一單。另外喺舊年1年，你睇翻，我建議大家可以睇呢個維基百科大事記2025年由1月份開始到12月咁啊。嗰啲重要事件，佢好似日記咁寫咗落去嘅，所以我哋係比較中意睇呢啲，因為從新聞嗰個角度嚟睇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事實，根據嗰個客觀事實，我哋然後做主觀嘅分析同埋評論咁解啫嘛。舊年所發生嘅嘢，個最大嘅特色，呢啲所謂大事記或者重要大事，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好多都。舊年有2個政黨，係咪？2個曾幾何時叱咤風雲嘅2個政黨，先後正式宣布散黨，一個係民主黨，一個係社會民主連線。OK， 舊年呢個國安警察不斷觸動。嗱，我哋大家印象最深刻嘅就係47人案啦、黎智英案啦，係咪？咁之前仲有嗰啲即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唔係根據呢個國安法去拘捕嗰啲即係所謂煽動、發布煽動刊物嗰啲人，包括立場新聞啊，係咪？羊村繪本啊，嗰啲語言治療師啊，全部俾人拉去坐監，係咪？舊年黎智英案定罪，係咪？47人案陸續已經有，即係47人案宣判咗之後，判刑之後，陸續已經有。差唔多1/3嘅人出咗獄㗎啦，係咪？然後仲有其他，而家因為佢刑期比較長，仲係喺監獄裏邊。舊年過去1年發生嘅嘢，我自己將佢即係去將佢濃縮啫，其實係咪？濃縮落嚟就係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國安。最唔得閒就係國安警呢啲法西斯警察。係最唔得閒嘅，所以你話而家香港係一個乜嘢嘅社會咧？即係令我不其然就諗起，即係1944年即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年啊，英國首相丘吉爾啊，呢個當然係二次大戰嘅即係盟軍即係得勝嘅呢一個主要嘅人物啦，係咪？佢啊即係適逢其會，同埋佢嗰種即係堅持到底嘅即係嗰種奮鬥嘅精神啊！即係如果你講歐戰嚟講啊，至巴閉嗰個領導人係咪？即係希特拉唔好講啦，佢失敗啦嘛，到最後自殺啊嘛，係咪？作惡咪佢啊嘛，侵略係佢嘛，係咪？咁啊戰敗之後自殺添啦，係咪？丘吉爾就絕對啊喺呢個歐戰嘅即係領導人物係嘛，即係取得勝利嘅領導人物。佢1944年呢一段説話，即係我其實寫文章我都有引述過嘅，所以我今日喺我啲書嗰度就撮咗嗰段嘢出嚟。咁我哋大家睇下香港今時今日係咪咁咯？呢度做咗未啊？嗰度啊，咁我哋可以睇下啊，民主同獨裁點樣去分辨呢？1944年8月29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喺《倫敦時報》發表一篇短嘅文章，對民主與獨裁嘅區別有明白確切嘅分析。佢認為民主與獨裁嘅標準係咩呢？一，人民對於當時嘅政府有冇發表意見及批評的權利 ？OK， 有就係民主，冇就係獨裁，好簡單嘅啫。第二，人民對於其所不贊同之政府有冇予以推翻之權利？並且具有憲法途徑使人民得以遵循而表明此種意志。有就係民主，冇就係獨裁，係嘛？咁而家第一，人民對於當時嘅政府有冇發表意見及批評嘅權利？香港有冇啊？冇。小弟仲喺香港從政嘅時候有 ，OK， 而家係冇，係嘛？而家係萬馬齊喑。我成日中意引述阿牛間中有啲金句嘅，係嘛？由治及興，鴉雀無聲。而家係一個鴉雀無聲嘅時代，戒慎恐懼，人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講句説話都淆底。喂，連最親共嘅冼國林師傅係嘛？批評下啲消防員啫，都俾8個工會聯合發聲明砌佢，係嘛？第三，各級法庭是否不受行政暴力之干預，不遭暴民群眾之威脅，並且不與任何政黨勾結？喺香港呢一個咧，即係過去嚟講普通法，佢唔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嘅，你明唔明啊？係啊，真係㗎，英國佬時代係唔會出現，即使係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都唔會出現。有一段時間，而家梗會出現啦，係咪？而家出現就係嗰個唔係行政暴力，而係啲法官咧要識做 ，OK 係嘛？你係國安法指定法官啊，大佬係嘛？你嗰個裁決係嘛？如果同上面或者行政機關啊，所謂行政機關仲包括行政機關嘅主旨共產黨係嘛？一定係喂，你話講你黎智英做時判幾多年？都係共產黨話事啦，大佬係嘛？所以呢一點咧，而家對香港嚟講，佢冇暴民群眾嘅威脅啊，但係有行政暴力嘅干預啊嘛，都唔係暴力嚟嘅，佢叫你做嘅 ，OK？ 你又係喂，你係即係你鞠躬盡瘁去做嘅，係嘛？違反咗自己所受嘅即係個法學嘅訓練，係嘛？而家香港啲高等法院嘅法官，絕大部分包括終審法院，係咪都係受呢一個所謂行政嗰個所謂干預嘅，係咪啊？呢個好清楚嘅。佢過去香港啲法院點會同啲政黨勾結啫？其實第3條咧，其實可以問下台灣人民咯，係咪？台灣各級法庭是否不受行政暴力之干預，不遭暴民群眾之威脅，並且不與任何政黨勾結？
民進黨委任嘅民進黨嘅總統賴清德委任嘅法官喺立法院嗰度過唔到，係咪？而家沿用嘅蔡英文委任嘅呢啲大法官，係咪？咁但係佢哋而家嗰啲違憲嘅行為，係咪？或者非法釋憲嘅行為，就完全係受而家嗰個政府所指使嘅，就咁簡單。所以呢第三題問台灣老百姓最好㗎啦。第四，這些法庭對於成立已久且在人民心目中認為代表正當和公義原則的種種法律能否加以執行？喺人民心目中，咁而家你問下香港人啊，第四題你叫佢答 yes 定係 no， 係咪？好清楚啦，係咪？唔會信你法庭嘅，而家係特別係啲政治案件。第五，對於窮人與富人，對於平民與官吏，是否一視同仁、公平處理？係嘛？嗱呢個咧可以有得斟酌，係嘛？第六，個人應享嘅各種權利，除掉對國家應盡職責，是否能維持、能行使、能推崇？喺香港而家就係唔得。而家有言論自由咩？而家有集會結社嘅自由咩？通通都冇。第七，一個普通嘅農夫或者工人，每日勤工度活並努力維持教養其家庭，是否免於恐懼，不會隨時遭到一種兇猛警察組織，例如納粹和法西斯秘密警察拍肩轉身，捆載而去，不予以公平或公開審判，而即予以囚禁或虐待。呢個喺中國大陸經常發生。OK， 喺香港都差唔多。喂，你國安公署可以發一個聲明，係嘛？去話嗰啲即係批評政府喺呢一場火災裏邊嗰個做法唔妥當。佢話呢啲叫以災亂港，係觸犯兩部國安法。佢舉例喎，港區國安法同埋香港政府自行立法嘅維持國家安全條例及其附屬條例嘅法律，同呢個第七呢個問題係咪一樣啊？係嘛？所以我寫呢篇文即係引述，我寫咗一篇文咧，呢個好多年前㗎啦，係咪？即係我因為今日要組織呢一個即係今晚嘅節目嘅內容嘅提要嘅時候，我就諗起呢一筆係嘛，即係所以有文字記錄啊幾好咧，係咪？即刻可以攞出嚟講。咁我結論就81年前丘吉爾，而家我改咗81年前，當時咧寫63年前嘅，因為嗰篇文係10幾年前寫嘅。咁而家81年咧就對應呢個即係1944年啊，而家係2025年係嘛，咁啊81年前咯。丘吉爾嘅民主與獨裁之辯，今天看來對中國而言一樣具現實意義。其實應該加多個字，對香港、中國及香港而言一樣有現實嘅意義。咁我咧就講呢個丘吉爾，其實呢篇嘢咧係成篇文章咧好大個部分係講丘吉爾嘅。我話取其善果，去其惡果啊！但係呢一位救斯民於戰火中嘅英雄，喺大戰結束後選舉挫敗，佢尚能以對偉大的領袖無情是一個偉大民族的特徵自解，可見其偉大之處。喂，打勝仗係咪？因為結果選舉就失敗係咪？咁所以佢就話對偉大領袖嘅無情係一個偉大民族嘅特徵，同埋呢個就係民主政治啊嘛，係咪？另外一個羅斯福都係嘅，係咪？咁啊呢個我哋唔講啦。咁嗱，我哋引述呢篇文咧，即係我哋回顧去年香港呢一個黨國體制法西斯統治係咪？即係基本上都去到登峰造極㗎啦，已經係嘛？但係都未算係咪？出年可唔可能有改變咧？唔知係咪？而家就係咁嘅，防患於未然係嘛？於不如次有餘係嘛？係又拉，唔係又拉係嘛？佢就要令到全部鴉雀無聲係嘛？所以呢兩條契弟係嘛？
天道好還，佢哋下場一定係好悲慘。休息一陣。